想快啲轉運？呢10招係我睇咗10幾年卦總結出嚟嘅旺自己行動指南，唔講原理，淨係教你點做。第一，執走所有帶空氣嘅嘢，崩角碗，3年冇喐過雜物，穿窿物必須丟，破爛舊物留住，等於塞住運氣入口，新運根本入唔到。第二，整理好你嘅面上風水，唔係叫你去整容，要露出額頭，尤其男仔額頭係官祿宮，用嚟接天光超關鍵。第三，戒口業，千祈唔好成日話我冇錢，我好攰，煩到爆，收埋張嘴就係鎖住氣，呢類說話爛喺肚都唔好出口。第四，去借天火，如果覺得小人多，成身冇力，就揀個大太陽天曬背，背脊係陽氣之害，曬背等於免費太陽能量療法，補氣一流。第五，斬斷耗能關係，定期清理電話簿，見到個名就煩，成日借錢淨識訴苦鬼運嘅人即刻拉黑，呢個叫物理排毒。第六，唔好反魚，被人呃過嗌交食過虧就讓過去就算啦，唔好日日諗反轉頭，心唔開得及時止蝕都算係賺。第七，練鈍感力，唔好成日理外界八卦，關你咩事？太敏感嘅人神散氣弱，根本穩唔住自己磁場。第八，瞓覺真係字面意思，瞓飽係最高級保元神，深夜唔瞓泄離真元，瞓夠咗眼神光咗，先至發現好多死局，其實係熬夜諗出嚟嘅幻覺。第九，敢講錢，唔好扮客氣，敢開價，敢拒白嫖，守住底線。財神爺只尊重識行規嘅人。第十，容許人做翻自己，亦都要容許自己做翻自己，唔好勸人跳火坑，唔好扶爛泥。提一句係積德，講3句變作業。講到底，旺自己就係一場大掃除加封鎖，掃走霉氣，鎖實元氣，自然越活越順。